你好，我是郭文吉，欢迎收看成大医院电视健康讲座。根据统计，台湾罹患慢性肾脏病人数超过200万人，平均每8个人就有1个。更可怕的是，高达96%的人不知道自己肾脏出问题，都快洗肾了才知道。另外，很多人不当的药物习惯或吃来路不明的草药，直接或间接都会造成肾脏伤害。那到底药物会不会伤肾？我们今天都要清楚让大家知道。现场我邀请到的是成大医院药剂部临床药事组的组长黄千惠黄药师，有请药师先跟观众朋友问好。大家好，我是成大医院药剂部黄千惠药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药物跟慢性肾脏疾病的关系。好，谢谢药师来哦。药师，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肾脏是人体的这个超级滤芯哈。那到底肾脏有什么样的功能？先让大家很清楚的认识。肾脏其实是我们人体很重要的器官，那它可以有排除我们体内的废物的功能，那也有代谢药物的功能。所以如果我们在使用药物的时候，使用药物不当或是过量使用的时候，都会造成我们肾脏的负担。那另外，我们肾脏还会将我们体内多余的水分呢，去过滤形成尿液，排除我们的体外，以及调节我们的血压，以及还有呢，它也会调控我们体内电解质的平衡跟酸碱的平衡。是，对。这样确实，其实这个肾脏的功能，其实大家都非常在意哈。那当然，就我了解，就是中医的肾亏跟肾功能好坏，其实根本是两回事哦。那很多人会以讹传讹，就以为这个肾亏啊，甚至白心哦，就是肾功能不好，所以借此来澄清一下哈。那就目前药师说掌握到这个资讯哦，就是目前台湾肾脏疾病的发生率如何，或者是盛行率怎么样，还是居高不下嘛？是的，台湾目前罹患末期肾脏疾病，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洗肾。在美国的这个系统的统计呢，它比日本跟美国比起来，从2001年到2012年呢，台湾都是高居第1名。那到底什么是这个慢性肾脏疾病？这个药师这边有没有比较清楚的定义，让大家清楚？慢性肾脏疾病呢，其实有明确的定义，也就是说，当肾脏的功能有明显持续的下降，超过3个月以上，那肾脏功能指的就是我们通常会用肾丝球过滤率来做简称。那肾丝球过滤率通常就是到门诊的时候，医师会帮病人抽血液中的肌酸酐值，去换算得到的一个数值，来代表肾脏功能。那另外一个是说，不管肾丝球过滤率有没有下降，只要是血液中的检查或是尿液中的检查有血尿、蛋白尿，或者是超音波影像上有一些明显的变化的话，也是属于慢性肾脏疾病的一个定义，这样子。是，这个药师提到一个肾丝球过滤率哦。那常常都民众因为这个健检报告当中这个肾功能的红字就感到很困惑。那另外一个肌酸酐是不是有一个评估的指标呢？血液中肌酸酐也是代表肾脏功能一个指标。所以那个肾丝球过滤率是不是要跟大家再讲一下？对。肾丝球过滤率其实就是经由抽血得到的肌酸酐值，它会有一个医学上计算的公式，然后所计算出来的。所以一定要有肌酸酐才能够计算出肾丝球过滤率。是，所以是因果关系就对了。就其实它是相等的，只是说我们会把它换算出一个数值，是更明确的这样。是，所以它那个严重程度大概是怎么样？就是越小数字肌酸酐是越大是越差，但是肾丝球过滤率越小是越不好。但是肾丝球过滤率最主要是要来，它还有经过校正我们人体的体表面积，所以它是会比较精准的。那也是做分期的一个指标，这样。是，好，那就肾脏病这个严重程度来说，怎么样去分期，也让民众很清楚知道。肾脏病的分期最主要就是透过肾丝球过滤率，那一般来讲会分为5期。那
最后第5期就是最严重的，通常是肾丝球过滤率小于15以下，或者是直接进入透析，就是我们讲的洗肾的话，就是第5期。那第1期到第5期呢，第1期到第2期呢都是比较轻度的，那第3期到第5期就是从中度到重度。那通常在第3期以上的话，通常会建议直接转到肾脏科门诊，由肾脏科医师做追踪跟评估。大概是哪一个级别就开始要就是留意说是不是会有一些并发症需要定期去追踪？其实有些病人他在初期的时候会有一些蛋白尿，那时候其实就是肾脏疾病的一个表现。那有些病人可能也没有什么症状，等到被发现的时候，其实已经到第3期或第4期了。所以其实定期的做健检去抽血追踪才是比较重要的。是。那当然，最近常流行说这个我台湾我骄傲。不过说台湾的洗肾人口在全球一直名列前茅，就真的汗颜需要洗刷哈。那为什么台湾的洗肾人口这么多呢？就是洗肾人口很多，也有可能跟我们一般民众可能对药物的认识有关，以及我们的用药习惯。是，也就是说，可能有些民众，当我们疼痛的时候，可能会自行去购买止痛药，那也会导致肾脏功能的一个伤害。所以到底什么原因会造成这个伤肾哈？进步主要洗肾，这个药师跟我们谈谈这个慢性肾脏病的原因。一般慢性肾脏病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像是糖尿病、高血压、3高里面，这个疾病呢都很容易导致慢性肾脏病到洗肾的状态。那常使用止痛药以及来路不明的中草药，也是导致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好，那我最近看过一个新闻哈，就是有位独居的台南阿嬷，她养一只狗狗小黑来陪伴。那阿嬷吃什么，小黑就吃什么，看起来这样很温馨哦。不过对狗狗来说呢，因为长期吃人的东西呢，竟然也出现症状，那最后确诊就是罹患这个慢性肾脏病哈。那如果而且还会持续的恶化下去哦，就得洗肾。那从这个新闻想问药师，就是说，我们怎么发现我们的肾脏是生病哈？有什么相关的一个征兆？大概有几个典型的征兆是，会有出现泡泡尿，就是尿液中会有泡泡，那就是我们讲的可能会有蛋白尿。那以及下肢呢会有水肿的现象，就是如果你按下你的皮肤，对它如果凹陷没有办法回弹呢，就是也是一个表征。那高血压的病人也是一个容易导致肾脏病出问题的一个部分。那也有感觉到疲倦或贫血，这些都是可能罹患肾脏病的一个表现。那如果说一开始是蛋白尿，如果到了血尿，那就更严重了，对不对？有些病人他不一定就是有蛋白尿或血尿，要看他的其他的表现跟数值。那所谓疲累的状况是怎么样？就是睡不饱，还是说？就是可能就是很容易感到疲倦或是没有精神。那有可能是因为贫血，贫血的话可能脸色苍白，那也比较容易没有力气这样。那像一般的水肿，我们都会很担心哦，就是到底是肾的问题还是怎么样？就是水肿跟肾的关联性到底是？因为水肿有可能是第一个就是说它肾脏功能出了问题，水分没办法排除，所以它容易体内蓄积，所以就是会表现水肿的一个表现。OK， 所以那一般民众就有相关符合的症状哦，还是要就医哈。那我们如何进一步来检验到底有没有肾脏病？进一步检验的话，通常会建议到肾脏科医师门诊或是医师门诊去追踪。那大部分都会是抽血、验尿、量血压，这3个就是最基本的3项检查这样子。还需要到所谓超音波或是点根吗？超音波的话，就会看医师他会先抽血或是验尿，看血液中肌酸酐的数值是不是超过正常，或是尿液中出现蛋白尿也超过正常值。那这时候或者如果检验没有判断之下，可能会需要进一步扫超音波，看肾脏的结构，看有没有问题，这样子才会去确诊这样。是，所以还是要很详细的一个诊断哈。那我想这个有病吃药是再自然不过，但是临床发现有位老先生哦，因为吃药导致肾功能恶化，药师这是什么回事啊？就是我们常常会在医院遇到，就是
年纪大的老先生，他可能平常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就是所谓的三高的病史。那有时候老人呢，常常就是因为关节疼痛或是突然背痛，那可能家人为了就医的方便呢，他就去外面自行买止痛药。那他就吃了止痛药之后，老先生他就出现了这个尿液减少的现象，然后甚至会到呼吸喘，然后四肢水肿的现象。那这时候呢，家人就赶快带他来急诊就医，结果抽血等相关检查做出来以后，发现他肾脏功能有一个急剧的恶化，而且伴随着肺水肿的情形。是，所以他状况是因为三高，然后再服用药物引起的。不是，他其实是因为他背痛之后去使用这个止痛的药物。那因为止痛的药物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止痛药里面有最主要会导致的副作用就是伤害肾脏的部分，所以不能够自行去购买止痛药来做一个治疗。对，这止痛药我们待会会详细来跟观众朋友说明哈。那要是我们一旦这个经过医生确诊哈，他有肾脏病之后，目前这个比较主流有效的一个药物大概是哪些？它主要的作用机转又是如何？其实肾脏病治疗的药物最主要还是要以控制三高的药物为主，所以高血压的药物会看门诊医师或是你就诊的医师，他开糖尿病、高血压或是高血脂的药物，只要稳定的控制好，那肾脏病就可以得到稳定的控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禁忌或是副作用吗？那些药物？禁忌跟副作用的话，会看病人的状况，是那医师会做调整。OK， 那俗话说这个药是三分毒哦，所以药可以解药，那也可能是毒药哈，所以使用之前一定要好好来遵照医师跟药师的指示哦。一定要照药物，一定要使用照药袋上医师所开立的药物。那药袋上也会写药物使用的剂量跟频次，一定要按时的服药。那不要自行去外面购买，就是成药或是来路不明的药物。对，我想这样肾脏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害就后悔莫及哈，所以药师来谈一下哪些药物有可能会伤肾呢？这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主题。是的，那哪些药物到底会伤肾呢？最常见的就是止痛药。那因为止痛药又分成四类，主要分为四大类。一个是我们讲的俗称的普拿疼，但是我们一般会正确的它的名称叫做 acetaminophen。是的，乙酰氨酚。对，乙酰氨酚，中文是称为乙酰氨酚，但大家大部分俗称都会称为普拿疼。那这个普拿疼呢，其实大部分都是用来就是退烧止痛，所以像小朋友发烧或是一般我们成人感冒，都会去外面自行购买一些综合感冒药或是感冒药锭，这些都是里面都含有这个acetaminophen，就是普拿疼的这个成分。但是这个普拿疼的成分呢，其实它主要是在肝脏做代谢，因此如果你的剂量使用过高的话，那会比较容易导致的是肝脏的毒性。那另外就是一定不能跟酒精或是酒精类的饮品一起服用，那因为这样子呢会导致肝脏毒性更容易发生。那另外就是老年人在使用的时候也要格外的小心。还有就是因为含普拿疼的成分，那有一些止痛药成分它也含有普拿疼，所以如果你要使用复方的成分的时候，一定要再三确认过，就是一定要咨询药师或是医师，因为很容易两种止痛药成分都含有普拿疼的话，这样的剂量容易过高，那就容易导致肝脏的毒性。对哦，这个止痛药其实跟大家息息相关啊，都很多人可能会容易忽略哈。那但一旦这个是会长期或者是说这个用量的这个有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标准？就是长期或用量的话，一般来讲的话，会照如果只是一般普通感冒的话，医师通常不会，只要退烧了就不会再使用普拿疼。但是比较担心长期，是因为外面市售的一些感冒药水，那有些民众可能就会把它当就是水喝，就是只要不舒服就买感冒药水来喝，那这样就很容易就是过量。
那长期的话，因为它剂量会容易累积，就会容易过量。刚提到这个超高剂量可能会有这个肝脏的毒性啊，所以伤肾之外也伤肝这样子吗？普拿疼其实在过高剂量之下是伤肝的，对肾脏是没有影响的。是，那其实有民众常常去日本药妆店去买这个 EVE 这个很超人气的止痛药，有没有什么特别提醒大家的？其实这个目前很夯这个 EVE 的止痛药呢，其实它含的是一种叫做我们称为 Ibuprofen 布洛芬的止痛药，它跟普拿疼是不同的。是，对，所以这个含有 Ibuprofen 的这样的止痛的成分呢，其实它的确会伤肾。那通常所以这样使用的情况之下，自行购买或是自行使用的话，这一定要再跟医师或是药师咨询过，不要自行就是有痛就吃这样子。那其他有关这个止痛药方面，还有一些类似吗啡类的止痛药，或是甚至连这个非法毒品也都算是吗？其实不是，应该是说吗啡类的止痛药，通常它是一定是经由医师的处方之下才能够开的。那通常就是前面的止痛药控制不下之后，有可能医师才会处方到这样的药品。所以在使用吗啡类之前的药品，通常会使用的是非类固醇抗发炎的药物。那非类固醇抗发炎的药物，就是我们就是医学上名词会称为 NSAID。那这类药品呢，就是要比较注意的，因为它就是比较容易会对肾脏有影响的止痛药。像一般民众去拔牙，有可能服这个药物，对不对？拔牙的话，可能会请医师可能都会就是开这个处方签让他去药局领。那其实正常肾功能病人使用之下是没有问题的，通常是肾脏功能本来就不好的病人在使用这个止痛药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发生。是。那当然，现在很多都有这个三高或是慢性疾病了，那加上现在更有些忧郁的状况哈。如果这样长期服用下来，是不是也有对肾脏有伤害的状况？如果是三高的药物的话，因为三高主要是针对高血压、糖尿病跟高血脂，所以这三高的药品呢，其实最主要是让血压控制得好、血糖控制得好、血脂控制得好，然后而不会影响肾脏。所以不要因为担心使用药物而影响到肾脏，而是这三类疾病的药物稳定的使用、按时服用，才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肾脏功能。就是不能随便自行就停药哈。是的。那另外那个类固醇的部分，是不是也是伤肾？这个是也会常有民众会想询问了解说，这个类固醇到底会不会伤肾呢？那类固醇的使用也通常都是因为疾病的因素，医师会开立。所以如果有一些是免疫系统导致肾脏疾病，并且需要使用类固醇的话，反而是要好好的使用类固醇。那类固醇正确使用之下，让疾病控制得好，而不会影响到肾脏。好，那如何正确使用这个止痛剂要非常的小心哈。有了要看标示的5药，也有跟这个不过量的5步哈，也请药师给我们好好来宣导一下。好，在卫生福利部它有就是在针对止痛药有提到就是5药跟5步这样的一个原则。那其实5药的第一个药就是要知道风险，就是要知道说刚刚讲的像Ibuprofen 这类药品都是属于 NSAID 的，那这样的药品呢，都其实会有伤害肾脏的风险，以及肠胃道容易出血的风险，所以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在经由医师的处方跟询问药师的指示之下来正确的使用。好，那第二个呢，就是要看标示。药品呢，其实如果真的是要去药局购买药品的时候，一定要询问药师。那药品标示上面都会清楚的标示它的成分跟药品名。再来就是要告知你的病况，尤其是你本身有肾脏疾病的话，或是肝脏疾病的话，一定要告知医师，因为有时候你去就医的时候，医师可能不清楚你本身肾脏就有疾病了，所以有时候在开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所以一定要告知医师。那再来就是要遵守医嘱，就是说，比如说高血压药物，就是固定早晚各吃1颗，或是早晚各吃早上要吃的时间，一定要照那个时间去服用，千万不要今天血压
正常就不吃，明天血压高了才吃，那这样就是没有照医嘱。再来就是要问专业，就是你如果如果真的很疼痛要去药局购买这个指示药的话，一定要咨询药师在正确的使用的方式之下来使用止痛药。那这是止痛药的5药，那另外是止痛药的5步。那5步的话呢，第一个就是不要过量。那刚刚讲的这个普拿疼的部分，成人最高的剂量是就是4 gram。那如果以普拿疼1颗是500毫克来讲，就是不可以超过8颗。但是通常你要增加剂量的时候，可能表示你控制的不好。那感冒控制不好，还是建议就医，而不要自行服用药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5步呢是不喝酒。刚刚提到，其实我们很多药品其实大部分的药品其实都不建议跟酒精类的饮品服用。所以如果你有定期慢性病的药品使用的情况之下，其实就是避免喝酒才是比较好的方式。那再来是不并用，就是说，因为刚刚讲的这个普拿疼的成分，其实在购买外面的综合感冒药定的时候，或是你又买止痛药的时候，很容易两者都含有普拿疼的共同的成分，那这样就很容易过量，所以就是不要并用。所以你一旦要买2种以上的话，也一定要再咨询专业的医疗人员。那再来就是不空腹，因为止痛药的成分很多是会影响到肠胃道的黏膜，那会容易导致肠胃道出血，所以有时候通常会建议就是饭后来使用，比较不会影响。最后一个步呢，就是不要乱买，那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大家会去日本买这个止痛药EVE的成分，那但是这个呢也是很容易，就是说当你不恰当的使用之下，可能也会伤害你的肾脏，或是导致副作用的发生。是，我有个问题就是像类似所谓到底饭前吃还是饭后吃，这个是不是有特别的一个对药物来讲？是的，如果你的药袋上面有特别注明是饭后吃或是饭前吃的话，就是指的是说，因为有些食物它会影响到药物的疗效，会影响到药物的效果，所以会建议你要错开时间吃，那或是饭前吃。那饭后吃的话，一般来讲，如果没有特别注明的部分，饭前饭后吃都可以。那饭后吃大部分就是有一些病人肠胃道会比较不舒服，就是有的病人就会跟你说他的胃不好，所以那我们就通常会建议他饭后吃，比较不会影响到他的肠胃道的不舒服的症状。是，那有些人是他，比如说应该早上吃的，然后他忘记了，那下午再会多吃1颗，会有这样的状况吗？这个要看他这个药，他是1天吃1次，还是1天吃2次。通常如果遇到忘记吃的，如果他是1天只吃1次的话，早上忘了吃，下午补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担心的是说，因为他有时候这个药物可能是1天吃2次，或是1天吃3次，所以等你想到要补吃的时候，跟下一次要吃药的时间距离太近的话，就不适合。OK， 刚刚提到这个5步跟5药那另外我想大家吃药是日常生活避免不了的事情，如何正确用药，那有另外一个5步的原则药师来提醒大家。用药5步的，其实这个5步呢，其实是为了就是病人在肾脏功能不好的这个使用药物之下呢，肾脏医学会跟这个药师团体这边，我们有提出这个护肾33跟用药5步的原则。那其实这个跟刚刚前面讲到止痛药的5步，其实观念是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那它这个5步就是第一个就是不听就是不要听信夸大或是宣传的药物，就是有些电台或是坊间流传说这个药很有效果或是怎么样，这样。对，这是第一个。是。那第二个呢，就是不信。不信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去相信说，这个药号称它有神奇疗效的药品，这样。对。那第3个呢，就是不买。那我们知道有时候去夜市或是去玩的时候，游览车或是
摊贩他可能会跟你说这个是治疗铁打损伤很有效的药品哦，那这个也是不要去误信这个部分。那还有呢，就是不吃人家随意赠送你的药品，然后有时候呢，可能亲朋好友啊出去玩，然后就是觉得说买了这个药品回来就觉得很有效，想要送给你分享，那这样其实也不合适。对。再来就是不要随意的推荐别人去吃药。既然就是我们不接受人家赠送的，也不要随便去推荐说你今天坊间听来说这个很有效果的药，然后去推荐给别人这样子。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话，就比较不容易去使用到不适合的药品，而影响到自己的肾脏的功能。可是，一般民众如果说，比如很常头痛，那我们就吃别人给我们的普拿疼或什么之类，这个应该是 OK 吧？哦，如果只是头痛，那只是普拿疼适量的，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合适的剂量，一定你去购买的时候要问过药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要超过过量。那其实一般的药袋上面都会很清楚的标明，包括这个注意的事项或者这个副作用等等哈。其实药师也可以提醒我们，怎么样去看看这个药袋上面的标示。药袋上面的标示的话，上面标示一定会有药物的名字，那有中文名也有英文名。那你如果有想要了解它是什么样的成分，就可以用这样去搜寻。那以及使用的方式是早晚吃。各吃几颗，是饭前、饭后还是饭中？这个上面都有清楚的标示。那副作用的话呢，我们药袋通常都会把药品相关最常见的副作用列上去。那这只是要提醒，让你大家可以知道说这是这个药物可能出现的，但是也不要因为它上面写的副作用，大家因此就会很担心，然后就不敢去吃药。而是说，假设它可能这个药比如说药袋上常标示都是一些肠胃道的副作用的时候，可能就会让你知道说，你今天可能在吃这个药的时候，有肠胃道有些许不舒服的话，也许可能是因为这个药品产生的。但是到底是不是这个药物产生的话呢？如果你真的有类似的症状，就一定要请你咨询，打电话或是到医院就医的时候咨询药师跟医师，我们一定会帮你做相关的评估。那最后请药师谈谈之前那个提到老先生他的状况，最后是做什么？这个老先生后来其实他本来肾脏疾病就是大约是落在第3期，那因为他就是吃了这个止痛药，那就是导致有一个急性的肾衰竭，那伴随肺水肿。那就医之后将这个就是因为他已经把止痛药停掉了，那在我们就是医师的治疗之下，那他的肾脏功能就有慢慢的恢复。这是比较好的情况，但有些病人是肾脏功能后来就没有恢复，就一直恶化下去，就可能没有查到是因为止痛药的关系。对，就是可能他止痛药吃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大家才会一直跟大家强调不要长期去任意的服用止痛药或来路不明的中草药。是。那我想药本来就是一个双面刃哈，如果正确用药，不只是有关这个治疗的效果，当然也避免因为药物造成伤害哈。那每一个人其实身体状况都不太一样，那药师只能够原则性告诉大家说哪些药可能会伤肾，最好就是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那跟医师、药师好好的充分沟通，找到最小伤害的一个治疗方法。那今天非常感谢药师的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会。